呢幾日嘅大埔火災，竟然另一班騙徒出嚟趁火打劫，利用市民嘅善心或者災民嘅脆弱去呃錢。今日懷疑有騙徒假扮義工，拎住一沓大埔宏福村災民登記表，派俾喺廣福村平台嘅公公婆婆。但係細心一睇，表格上面除咗要求填寫個人資料、身份證號碼、住址等，竟然仲要求銀行號碼同埋信用卡號碼，甚至係提款密碼同埋驗證碼。除咗現場派發假嘅登記表之外，有騙徒亦都假冒義工打電話俾喺醫院嘅災民，要求佢哋提供身份證等等嘅資料。而同一日，有其他災民原本可以拎1萬蚊嘅政府資助，亦都俾人冒領咗。呢一啲嘅騙徒唔單止想呃走啲災民嘅援助金，甚至想呃埋老人家嘅棺材本。假如呢啲私人資料一旦落入喺佢哋嘅手中，呢啲公公婆婆嘅畢生積蓄就會化為烏有。呢啲騙徒喺人哋危在旦夕嘅時候乘虛而入，發災難財嘅人實在太令人髮指。請大家廣傳出去，提醒身邊嘅災民或者現場嘅老人家要提高警覺，千祈唔好向任何人透露信用卡或者銀行資料，唔好亂簽任何文件，唔好因為佢哋自稱義工而信晒佢哋所講嘅嘢。啲騙徒除咗假扮義工，亦都會假扮災民，甚至主動提供二維碼俾大家捐錢。但有眼利嘅網民發現，張相根本就唔係喺香港，而佢所提供嘅電話亦都係詐騙電話。但係好可惜，佢已經成功利用咗網民嘅同情心，幫佢去推 post， 甚至已經有人捐錢俾佢。騙徒事後亦都禁止網民嘅留言，同埋封鎖網民嘅賬號。所以大家切勿掃描一啲來歷不明嘅二維碼。真係想捐錢嘅話，可以去返可信或者已經認證嘅渠道，提防假冒籌款。而家 Fresh 嘅資訊流通度好高，但同時因為資訊泛濫，我哋更加要進行 fact check 或者 fresh check。就好似前2日嘅呢個 post 咁，有網民假扮佢嘅哥哥去世，但係就俾相中人踢爆，呢一張相根本就係盜用翻嚟。又或者我哋可以檢查出 post 嘅賬號有冇可疑地方，例如佢係咪一個新登記嘅賬號，佢留過啲咩言，轉發過啲咩 post， 又或者可以檢查張相嘅來歷，例如抌去 Google Image 睇下佢係咪網上偷圖。明白各位會喺災難當前想出一分力，但係呢啲時候除咗要保持善良，我哋亦都要保持警惕，提防騙子，照顧好自己嘅財產，留翻俾真正有需要嘅人。請大家廣傳出去，千祈唔好俾呢啲乘人之危嘅騙徒得逞，唔好俾佢哋利用咗大家嘅同情心。